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当我们清晨来到主人面前，让我们一起透过诗歌，透过上帝的话语，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一起来敬拜，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带着一颗敬拜的心，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献上我们所有，献上我们自己，在上帝的手中，愿上帝悦纳我们所摆上的。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指的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清白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灵，主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指的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敬拜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灵，主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星星，星星，相约与相约相依，被火炼，被接近，按你所示的敬拜你。星星，星星，相约与相约相依，被火炼，被接近，按你所示的敬拜你。星与星，星与星，相约与相约相依，被火炼，被接近，按你所示的敬拜你。
被火炼，被洁净，爱你所示的敬拜你，心与心，心与心，深渊与深渊相依，被火炼，被洁净，爱你所示的敬拜你。主，我们感谢你恩典，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愿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用我们的全人全心来到你面前来敬拜，让我们献上一颗敬拜的心，来到你面前，为了得着主你的恩典，主你的应许，在当中去经历你的恩典。愿主你大大的赐福。主，让我们的每一天都有主你的同在，无论要付什么代价，让我们用真实的那一面，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灵与诚实来到你面前来敬拜，让我们在当中发自我们内心感谢主，感谢主，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恳求你带领，恳求你与我们同在。将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平安。今天3月15日，我们要读的经文在诗篇第53篇第1节到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诗篇第53篇第1节到第6节。狂傲人自言自语，没有上帝，他们都腐败，做了可厌恶的事，连一个行善的人也没有。上帝从天上查看世上的人，要看看有名字的没有，有没有寻求上帝的人。可是人人都背离他，个个同样的腐败，没有行善的人，连一个也没有。上帝发问：作恶的人不明白吗？难道他们都茫然无知吗？他们吞吃我的子民，他们不晓得向我祈求。然而他们要惊惶恐惧，经历从来没有过的恐惧，因为上帝要杀灭他子民的仇敌，他弃绝了他们，使他们失望蒙羞。愿以色列的拯救从锡安来，那时上帝要让他的子民重整家园，雅各的子孙要雀跃，以色列的人民要欢欣。让我们有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诗篇第53篇第1节到第6节。
大家平安。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的大卫所写的，在当中我们透过了经文，透过了这许多的内容，我们都可以有很多的反省。回来思想我们自己的生命，回来思想生命周遭所发生的许多的人事物，在这许多的事情里面，也去思想上帝在当中怎么样来带领我们。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些经文的时候，也可以看到这边在讲到说，狂傲人自言自语，没有上帝，他们都腐败，做了可厌恶的事，连一个行善的人也没有。其实这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人不要骄傲，人不可骄傲。当我们人骄傲的时候，有可能我们就会在当中很自大的说没有上帝，也在当中看没有人是一个正直的人，没有一个行善的人，他们都做了可厌恶的事。因此在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在这许多事情里面，我们的生命怎么走。许多这样的人，他们自以为是，这样的人他倚靠自己，他看不见上帝，他不明白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带领。没有上帝，很多人会这样觉得，因为在当中或许是自大，或许是软弱。有些人软弱的时候，其实也觉得没有上帝啊，我求了也都没有。我也看到许多在做这许多事情的人，他们好像敬拜上帝，但心里面有上帝吗？没有一个行善的人，没有一个愿意降服在上帝面前的人，没有一个愿意被上帝使用的。所以讲到说，这当中他们都腐败了，都做厌恶的事情，都做那可憎的事情，所行的都是邪恶的，都是憎恶的，都是罪孽的。所以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生命里面，你要怎么走？在这许多事情当中，我们有没有真的仰望在上帝的手中？在许多事情里面，我们常常都陷入在那种恶当中，我们都陷入在自大或自卑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许多人一样，也因为自大或者是自卑而看不见上帝，而无法经历上帝，也或许他们没有经历上帝而成为这样的人。所以当中我们常常说，我们真的要将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去经历上帝，是不是就真实的与我们同在？我们真实的去经历，真实的去感受这样一个上帝的同在。第二节就讲到说，上帝从天上查看世上的人，要看看有名字的没有，有没有寻求上帝的人。其实我们看到上帝也常常就在我们当中，当我们在看创世纪的时候，上帝会在园中行走，上帝会跟人交谈。其实这是一个美好的关系，上帝会与我们同在，上帝就在我们当中，常常来寻找我们，常常与我们同在，常常要跟我们对话。而我们呢，我们却常常是躲躲藏藏的，就像那亚当一样，就像那夏娃一样，因着罪，因着不顺服，我们常常在躲藏。我们常常自以为是明智的，常常自以为自己是很厉害的。但是当我们来到主人面前的时候，会发现，好像事情不如我们所想的。在这许多事情里面，我们也常常让自己陷入在这样的境况当中。我们要这样躲躲藏藏的去害怕遇见上帝，还是我们能够在当中真实的去经历？当上帝要来到我们当中，上帝要与我们同在，上帝来到这世上，看这世上的人，看我们的生命是如何。所以我们期待我们成为怎么样的人？我们希望我们跟上帝是怎么样的关系？
所以上帝从天上来查看，上帝看到我们有没有名字的人在当中，看看我们有没有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去降服在上帝面前，去跟随，去追求上帝，去寻求上帝。所以当中，也就是我们不是在依靠自己了，在当中你看到是有多少人愿意跟随他，有多少人愿意降服他，愿意顺服在他的面前。我们常常是用自己的方式，常常是用自己的想法在面对这所有事情。但在当中，也真的是在提醒我们，不是一直用自己的方法，不是一直陷入在这许多的境况里面，而是我们真实的来到上帝面前。所以当你觉得没有上帝，当你自大，当你有这样许多的这样作为的时候，陷入在撒旦当中。我们看到有些记载在讲到说，撒旦是什么？是自大的天使，他自以为能够胜过上帝，他自以为觉得自己的能力比上帝还大。我们人也常常是如此，要挑战上帝，也自以为我们能力人定胜天，我们能够胜过上帝。然而上帝要我们的是让我们有这样自由意识，我们可以去选择，我们可以去想我们要怎么做。但是我们有一个选择，是顺服上帝，来到上帝面前去得着的自由。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做许多的事情。在上帝凡事都能，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在这许多事情里面，我们常常是看见自己，依靠自己，照着自己手上所拥有的来评价自己，来做这许多的事。然而上帝要我们是，我们可以做许多的事情，然而我们的心有没有归向他？我们也常常在说，生命对了，一切都 OK 了。其实这也是一种伦理学在讲的，当你的起心动念是对的，后面就比较没问题。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做法什么好像都对的，然后在那边情绪勒索，但是一开始那个起心动念是错的。我们常常会用很多事情去遮掩，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他也在看到说，有没有寻求上帝的人，有没有愿意顺服在上帝面前的人，有没有愿意降服在上帝面前。当我们在做这许多事情的时候，有没有愿意先来到上帝的面前？可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是如此，我们愿不愿意先来到上帝的面前？许多时候我们不愿意降服，我们自以为我们能力很好，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去评断这是小事或大事。就像以前在开玩笑说，小事谁处理，大事谁处理，而大事小事的判断呢？这当中也是让我们去看，我们常常觉得这些小事不用交给上帝了但是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大事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把自己的事情都自己来处理，然后之后很多的抱怨，然后之后很知道说，你看我这样做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上帝来查看，就是来看我们世人，我们愿不愿意将自己交在他的手中，愿不愿意完全的顺服在他的面前。今天所读的这是大卫的诗，而在当中其实我们也常回去在想，大卫所做的跟扫罗王所做的，他们好像都成为一国的君王，他们好像都可以做许多的事情，但是常常回来再看他们的生命的中心是什么？是自己还是上帝？当上帝从天上查看世上的人的时候，去看到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展现是怎么样？我们都需要很漂亮的语义，但是我们却没有真实的内在。所以当我们在每天灵修读经的时候，就是来到上帝面前来降服上帝。当上帝来到这当中，在查看世人，要看看有没有明智的没有，要看看有没有寻求上帝的人的时候，期望我们就成为这样子。那种明智是从上帝而来，
的聪明与智慧，去做了正确的选择。当上帝来的时候，也去看到我们是真的将自己摆上来寻求上帝，而在当中也真的是让我们来反省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将自己交托仰望在上帝手中。所以在这里面说，上帝从天上查看世上的人，去看这每一个人，去看你，去看我。所以看看这些人，我们有没有成为上帝所喜悦的？看看我们有没有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愿不愿意将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弟兄姐妹，你愿意吗？你愿意将自己摆上吗？摆在主的面前，就像耶稣一样，他摆上自己，成为活祭。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一样，我们要成为活祭。所以在圣经里面也讲到说，我们要献上自己，成为活祭，这是上帝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但当他查看的时候，却发现人人都背离他，个个同样的腐败，没有行善的人，连一个也没有。其实就像新约里面在讲的，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因此这也让我们去想，为什么没有？我不是很敬虔吗？我不是常常来到教会吗？我不是常常来祷告吗？但是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敬拜是不是用那真诚的心？我们是不是带着那敬拜的心？所以在前几篇的诗篇里面，我们常常看到他还讲的是，我们不要只是做那形式，献上的祭是什么祭？只是一些东西献上而已嘛。他还讲到说要献上全所有，献上上帝所喜悦的忧伤痛悔的心。所以让我们在当中回到上帝面前来认罪悔改，求上帝赦免，这是更重要的。而那些祭是发自我们内心的展现。因此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就是这样子，我们所摆上的这些外在的东西是发自我们内心来摆上，而不是只是做那些样子。所以我们生命里面，我相信当我们真心的倚靠上帝，寻求上帝，照着上帝的旨意来走，当我们真实的来读经来祷告，我们的生命会改变，我们生命会在上帝的带领里面。而在当中我们看到他讲到说，人人都背离他，个个都同样的腐败，没有行善的人，连一个也没有。在那时候我们看到大卫的时代，当上帝来的时候，真的没有一个义人吗？但这边讲到说，当上帝来查验世人的时候，他期望去看到有寻求他的人，但是我们看到很难呢。在我们这世代不也是如此吗？很难去找到几个。就像当上帝要毁灭罗德所住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亚伯拉罕跟上帝这样说，如果有50个人，你是不是就不毁灭他？如果有45个，40、35，最后讲说，如果有5个，是不是可以不要毁灭他？发现连5个都没有。所以在我们当中是不是也是一样？当我们住的这台湾，有多少是愿意寻求上帝？有多少是跟上帝有合意关系的人？所以讲到说，人人都背离他，个个同样的腐败，没有行善的人，连一个也没有。我们常常会去批判别人，他怎样，他怎么样。但他这边讲到说，个个同样的腐败。有时候我们在批评别人的时候，只是为了转移焦点，让大家不是将焦点放在你身上。然而上帝来的时候，是一个一个检验，不是从这当中抓出那个最糟的。如果抓出那个最糟的，会不会是你？会不会是我？因此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上帝来看这世人，每个人都害怕，每个人都转离上帝，每个人都不尽然是
是在寻求上帝的人。所以他说没有行善的，一个也没有。我们会觉得怎么可能？我们会觉得怎么这么凄惨？然而真实，我们也去看，是不是就是如此？上帝发问：作恶的人不明白吗？难道他们都茫然无知吗？他们吞吃我的子民，他们不晓得向我祈求。所以这让我们去想，我们有明白上帝的心意吗？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去想到耶稣所说的那个撒种的比喻，撒在路旁的，撒在前途的，撒在荆棘地里面的。我们是不是也都成为这样的人？听得很开心，离开就没了，飞鸟来吃走了，撒旦来作为就没了，太阳一晒就枯干了。所以在这里面也让我们去看到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怎么样来活。最近在听一首歌，我怎能不为主活？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怎么能不为主活呢？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当我们在聚集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这样。但是我们真的有看见上帝的带领，上帝的恩典吗？上帝发问：作恶的人不明白吗？难道他们都茫然无知吗？其实作恶的人有很多时候会找很多理由，找很多的理由去掩盖。或许知道自己在作恶，但是又走不开，又舍不得那个油脂，舍不得那种感觉。其实有时候作恶的时候，你欺压别人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手握了权柄。当我们远离开上帝的时候，当我们得罪上帝的时候，当我们远离上帝的时候，好像会觉得好像没有束缚一样，会觉得哇，好棒。但是有没有发现被撒旦辖制住了？所以他讲到说，难道他们都茫然无知吗？他们吞吃我的子民，他们不晓得向我祈求，他们不知道吗？这些作恶的人不知道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看到那些作恶的人都觉得我在做好事啊，我做得很棒啊，我怎么样，都给自己很多肯定，别人可能也给他很多肯定，但是没有发现我们在远离上帝，我们所做的不是上帝的心意，我们所做的一直在得罪上帝。许多时候我们就陷入在这情况里面。因此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们是不是也陷入在那情况里面了？我们是不是也掉入在他所说的作恶的人？他们吞吃我的子民，他们不晓得向我祈求。我们常常也这样去陷害别人，去得罪了上帝。我们也没有回到上帝面前来祈求，我们也没有将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我们的生命也陷入在那当中。然而他们要惊惶恐惧，经历从来没有过的恐惧，因为上帝要杀灭他子民的仇敌。所以这当中有许多得罪上帝的人，有许多的仇敌在这当中。其实当我们去看的时候，会发现以色列外围这些国家，有的国家其实也是跟着以色列来信这个上帝，但是有很多是去拜巴力，去拜大滚神，去拜亚斯他路女神，去拜什么的。上帝说他们要惊惶恐惧，经历从来没有过的恐惧，经历这一些他们前所未有去经历的。这样的经历好像我们前阵子所经历的 COVID-19 一样。在那段时间当中，大家才会感觉到原来我们离死亡这么近。我还记得在疫情的第二年的时候，我们有一场告别式，去火化之后回来跟一组人擦身而过。后来回来的时候才惊觉，那一组人不就是政府在处理
那一些确诊死亡的人吗？我们也跟病毒那时候很严重的时候擦身而过。其实那时候我们所住的这地区也常常是红区，在当中很严重，一个礼拜消毒好几次，甚至有一天消毒2次。所以当中很多人都很恐惧、很害怕，有些人都不敢出门，有些人买东西都害怕会怎么样，有些人甚至在说上帝在清理，上帝让这许多的病毒在我们当中，为了要清理这些，上帝要惩罚我们，有很多人这样来讲。所以这边讲到说，然而他们惊惶恐惧，经历从来没有过的恐惧。在我们生命里面，你经历了什么？在当中，当上帝出手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何尝不是如此？我们一起经历了台湾许多城市，在那2个月当中，路上的车子原本是车水马龙，变成门可罗雀。大家也觉得哇，这刚好是台湾可以休息的时候，土地可以休息的时候。也有人说，那段时间是这几十年来空气最好的时候，因为许多工厂没有工作，没有从其他国家来的这些污染，没有这许多的交通废气，大家的惊恐从这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从大家在那商店里面抢购食物，虽然疫情严重，但大家依然群聚在当中抢购食物。这边讲到说，上帝要杀灭他子民的仇敌，上帝要亲自为他的子民来出手。其实圣经里面有许多地方都有这样记载，上帝亲自出手，要拯救他的子民，要杀灭那些仇敌。上帝弃绝了他们，使他们失望蒙羞。因此也在当中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上帝的子民，还是上帝子民的仇敌？其实我看今天的经文当中，或许不是照着传统的解释来看，但是也从这当中去经历到、去领受到，其实我们常常会质疑我们在里面，但是我们作为却是在外面，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没有在这当中，没有跟着上帝，没有顺服上帝，所以我们的心常常是在外面，甚至我们自以为是上帝的子女，但是我们却是上帝子女的仇敌。我觉得去看到这边的时候，有没有感觉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原本以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没想到我们却是上帝儿女的仇敌。我们是不是愿意降服在上帝面前，还是一直在攻击那一些顺服上帝的人，攻击那一些跟照着上帝心意来做的人？那些领受上帝话语的人在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使劲的去攻击他？当我们在看到教会界的时候，也很多人是这样子，在当中不断的攻击，不断的攻击。这当中也有很多人去羞辱了那些敬畏上帝的人，只为了达到自己想要的。而这些攻击别人的人，有的是牧者，有的是长老，有的执事，有的弟兄姐妹，都有可能。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需要回来在当中反省我们是被保护的上帝的子民，我们是降服在上帝面前，上帝所拣选的子民，还是我们是那些得罪上帝的人，不愿意聆听上帝话语，自高或自卑的人？
最后他这边讲到说，愿以色列的拯救从西安来，愿以色列的拯救从上帝而来，愿以色列拯救，愿上帝来拯救我们。上帝要让他的子民重整家园，雅各的子孙要雀跃，以色列人民要欢喜。当上帝同在的时候，整个情境就不一样了。上帝带来拯救，上帝赐下拯救，上帝让他的子民能够重整家园，不再在那惊恐当中，不在那害怕当中、恐惧里面，而是得着了从天上而来的平安，从上帝而来的平安，属天的平安要临到。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怎么样去经历这一位上帝？或许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难处，在生活里面会觉得怎么样一直被攻击，在生活当中我们自以为是，我们觉得我这样很好了。其实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时候，当我们来反省，当我们来回放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都在旁边，但是我们一直要把他的手甩开。上帝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常常去看着这个世界，我们常常不是向着十字架而跑，而是向着这个世界而跑。我们常常追求这个世界，而不是上帝。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你愿不愿意让自己真实的来到上帝面前，去经历这位上帝，去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常常在当中做了许多事情，但是我们却离开了上帝。我们常常希望上帝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却一直成为那种攻击上帝子民的人。愿以色列的拯救从西安来，那时上帝要让他的子民重整家园，雅各的子孙要雀跃，以色列人民要欢欣。在前面的这些论述之后，第6节这边带来了许多的安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就要在当中，上帝的平安要与我们同在，上帝要恢复以色列过去的荣光，这也就是我们在讲的复兴，要恢复以前荣光，要兴起以色列的子民。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要被上帝来兴起，要恢复以前的荣耀在当中。让我们有一点时间再回来看今天的经文，来领受，来默想今天的经文，你看到了什么？你听到了什么？
主，愿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掌权当中，愿我们生命有你的看顾与保守，愿我们的生命不是那狂妄作恶的人，而是进到主你的恩典当中。现在主，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你的掌权，有你的带领，让我们生命降服在你面前。主啊，愿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生命里面满有主你的恩典与慈爱。现在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恳求你就在我们当中来带领。主也让我们被你兴起，让我们去经历主你的荣光。现在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恳求你带领着我们，让我们持续的有主你的恩典与保守。愿你的拯救从西安来，愿我们所经历的拯救是真实从你而来，让我们真实的去经历这救赎的上帝，让我们去经历这美好的上帝就在我们当中。我们不再依靠自己，而是依靠创造天地的上帝，让我们在当中依靠这大能的上帝，让我们降服在主你面前，不是因着某些，而是真实经历了主你的爱，让我们真实的经历上帝你的同在，你的大能。亲爱的主，愿我们能够在当中去经历你，你要带领我们，你要赐福我们。亲爱的主，将今天我们所读的、所领受的，都交在主你手中。恳求主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恳求主你就在我们当中来掌权。亲爱的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手中，也让我们真实的将自己的生命仰望在主你面前，不再是那形式的样式，而是真实的生命交在主你手中，让我们生命去经历主你的同在。主啊，主啊，愿主你成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将我们弟兄姐妹，将我们的教会都仰望在主你手中，让我们更深的去经历你。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献上我们的祷告，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愿我们每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上帝面前，来经历上帝的恩典与同在。愿上帝赐福你。